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云林斗六市的社区小基金的计划，推动到今2档了。由这个经验丰富的北地社区，带领其他的社区共同来成长。也等就要到了，这社区小基金团队报佳音，而且来举办着快闪的表演，嘛，让大家看到社区的成长。 斗六社区的小基金团队穿圣诞节的服装，来到云林县社会处报佳音进行表演。我像要70岁啊，第一遍跟这囡仔安尼跳，真的很高兴。那小旗舰的活动，让我们的邻居向心力更好，然后社区跟社区之间共荣共好。除了来到社会处拜访小基金团队，嘛来到斗六市公所，希望透过这个趣味好耍的表演，让更多人看到社区的成长。社区这的长辈，吼，咱这志工，咱这社区的居民，会当大家做伙来参与，吼，即咱整个社区福利的这个推动。 它不仅在社区的营造，甚至会使讲社区的带动带来了很大的功能。小基金社区团队的表演，除了让大家感受到圣诞节伫要到啊，嘛让大家看到大卫高追时代的活力。